性價比高嘅背後係品牌價值低啊。Hi guys, it's Sandra tim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關於品牌咧，出邊有太多堂可以學啦，但係嗰啲堂咧，你可能要聽3-4日先聽得完嘅。但係我哋今日就用一個最快速、最簡單嘅方法去話俾你知乜嘢係品牌嘅本質。我分享俾大家聽下，老老實實啦，你哋對品牌都有誤解嘅。有啲人就話我公司註冊咗3個品牌啊，但係我想話咧，你唔係註冊咗3個品牌，你係註冊咗3個商標啫。品牌咧係乜嘢啊？佢根本咧係唔屬於個廠家，唔屬於個商家嘅，佢只能係屬於用戶嘅啫。所以你公司係咪一個品牌咧？你自己判斷下以下呢3個標準，你就會知道啦。如果你達到咗以下嘅標準，其中2個咧，我都好恭喜你有呢個潛力，你係做一個好嘅品牌嘅。如果3個都係嘅話咧，咁你融資咧就會非常容易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叫做品牌自帶溢價，即係話咧你普通一件 T-shirt 咧就係賣30蚊，你加一個 tick 咧就可以賣到500-600蚊噶啦。第二就係品牌自帶流量，流量咧就為你嘅品牌帶咗話語權啦。最後就係你個品牌咧係會令到用戶自己自動去分享嘅喎，咁我哋就係用呢3個維度去評估你公司有冇品牌，你個品牌做得好唔好啦。啲老闆就會話我嘅產品同埋我個公司嘅優勢就係性價比比較高，但係其實性價比高嘅背後係乜嘢啊？即係話你嘅品牌價值低啊，你嘅品牌冇價值啊，亦都唔可以議價，咁先會搞到好似喺度鬥性價比咁樣。真正嘅品牌係能夠令到消費者心甘情願去俾高價買你嘅產品嘅，佢唔會覺得你嘅產品係貴，佢只會覺得係我不配，佢只會覺得係我唔配買你嘅產品，呢啲先叫做品牌。就好似你入到 Hermes 入到 LV 咁，你會唔會質疑佢啲嘢賣到好貴啊？